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江 Sir 啊，好多謝大家收睇今日嘅片段，如何10秒 KO 一條考題。以下我將會透過2024年嘅考試題目做示範，教大家點樣可以好聰明、好快脆咁揾到正確嘅答案。嗱，其實做考試題目呢，當然首先最重要呢係要有一個清楚嘅概念，但係答題技巧都唔可以忽略㗎。以下我將會透過一條嘅示範，話俾大家聽，原來我哋嘅學習係可以咁樣嘅。以下我將會教大家1.2嘅考試題目。嗱，我哋一齊睇睇條題目問我哋啲咩咯噃。嗱，呢條題目咧就叫我哋由單拍子小節嘅寫法就轉成複拍子嘅小節寫法。其實單拍子同埋複拍子之間有咩嘅關係呢？咁啊，其實有3倍嘅關係。以下呢個表咧就話俾大家聽單拍子同埋複拍子之間嘅關係。嗱，記住做拍子嘅轉換呢，我哋轉拍子嘅時候要轉翻做相同嘅類型。2拍子要轉成2拍子，3拍子要轉翻做3拍子，4拍子要轉成4拍子。好啦，我哋一齊睇睇呢個表咯噃。所以喺拍子記號之中，24會變做68，34會變做98，44會變做12/8。單拍子同埋複拍子嘅轉換係大咗3倍，所以我哋會由原本嘅1/3拍會變成1拍，原本嘅半拍變成1拍半，原本嘅1拍會變成3拍，原本嘅2拍會變成6拍。嗱，其實呢個部分嘅重點咧就唔係教大家乘數，而係想大家睇一睇究竟單拍子同埋複拍子之間有啲咩嘅唔同。大家一齊望望咯噃，喺拍子嘅轉換之後，有個3字會變成冇個3字，冇一點會變成有一點，冇一點會變成有一點，冇一點會變成有一點。咁其實我可以用3個字咧嚟形容呢個情況，就係有變化。做拍子轉換，無論大咗3倍或者細咗3倍都好，喺拍子上面嘅寫法咧一定會有變化。所以我哋揸住有變化呢個3個字咧，其實就可以解答得到1.2嘅題目。大家一齊睇睇究竟點樣做咯噃。好啦，我哋一齊望多次呢條題目嘅做法。呢條題目咧就叫我哋由單拍子嘅小節轉成複拍子嘅小節寫法。咁首先我哋解決咗拍子記號先。44會變咩呢？頭先講過啦，變12/8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咧下邊嗰3個嘅寫法係啱啦。我哋望下由左至右，望下第一組咯噃。呢一組，大家望下喺下邊3個嘅選項之中，中間嗰行，大家見唔見到我圓圈圈住嗰兩組其實係一樣嘅寫法啦。話明做拍子轉換必須會有變化，冇變化嗰個就係錯嘅答案。好啦，我哋望下一組咯噃。呢度有個3字。嗱，呢度下邊嗰3個嘅選項咧，其實全部都冇3字嘅，所以下邊嗰3個嘅選項咧，其實都係正確嘅。再望下一組咯噃，呢度大家有冇留意得到最尾嗰個選項咧，同上邊條題目嗰個寫法咧係一樣噶，都係有個3字，所以呢個係錯嘅寫法。剩翻嗰個就係答案啦。咁所以呢條題目咧，基本上咧，如果快脆啲嚟講咧，10秒鐘就已經做完啦。其實係比較有咩唔同嘅地方啫。咁大家睇完呢段片段之後咧，就會發覺啦，樂理題目其實可以做得好簡單嘅噃，只不過係需要有方法。Kids Theory 嘅課程咧，除咗教基本嘅概念之外，仲會教你答題嘅技巧。一般課程其實你未必聽得到㗎，有興趣一齊參加啦。